你的手臂，來讓耶穌帶你越過苦困寂寞，打開你心門，投靠在主愛裏，脫離黑暗，進入永光裏。歡迎收睇《星火飛騰》。香港政府喺2001年推出咗工作假期計劃，俾18到30歲嘅年青人有1年時間去到外國，一邊旅行一邊工作。而家可以去嘅國家已經增加到7個，包括德國啦、愛爾蘭、澳洲、新西蘭、加拿大、日本同埋韓國。我哋今集嘅嘉賓 Vivian 就曾經孭住大背囊，用1年時間幾乎玩勻全澳洲。返到香港，佢仲出咗一本書，分享當中嘅經歷添。一個女仔去到人生路不熟嘅地方，梗會遇到唔少困難同埋挑戰嘅。尤其 Vivian 仲係身有隱疾嘅長期病患者添。陽光同紅斑狼瘡症仿如天敵，因為當中嘅紫外線會刺激患者嘅皮膚，促使病情惡化。所以當李玉蘭 Vivian 決定申請工作假期去澳洲1年，要克服好多嘅障礙。個名都已經嚇親人，即係紅斑，因為好容易咧就會有蝴蝶疹嘅喺塊面一笪笪紅晒嘅。狼瘡咧，嗰個狼字咧係真係豺狼個狼啊，即係佢係講緊個病嘅可怕咧係。好似隻狼咁樣，你防不勝防，你唔知佢幾時咧會攻擊你全身任何嘅器官，係任何器官引致炎症。我睇書先知澳洲有7000個香港咁大，咁所以就要籌備一下。其實我想喺每一個鎮留幾耐呢？住咗個地方1-2個月之後咧，就會離開嘅，pack 住啲行李咧，又就穿州過省咁樣。咁沿途裏邊咧，有時咧我會見到啲旅館黏住張紙，即係呢個英國嘅 backpacker 有冇人見到佢有張相啊？失蹤咗。再遠啲嘅新聞係啲內陸摘果園嘅好熱嘅40幾度啊，嗰啲嘅屋火燭燒死咗啲 backpacker。咁我就覺得其實我太 focus 喺個病，其實仲有好多人生嘅意外、人生嘅嘢咧，所有嘢都唔係我可以掌握㗎，唯有神係先知嘅。紅斑狼瘡症係慢性病，患者嘅免疫系統會攻擊自己嘅細胞同組織，導致發炎同破壞。最常會出現全身關節痛，曬太陽尤其會引發病情。偏偏澳洲又熱又曬， Vivian 唯有出盡法寶保護自己。澳洲有好多生果摘啊，士多啤梨啊、提子啊、橙啊。咁我知道如果我摘菜嘅話咧，就真係暴露喺陽光中，因為啲菜喺地下噶嘛，咁樣賤。咁我就專登揀咧摘提子嘅，因為提子一行啦，咁你就可以有少少樹蔭係遮住自己，捐落個樹底保護自己咧，幫自己。即使有少樹蔭咧，其實嗰啲太陽嘅熱力咧都會影響我嘅。咁所以我即使40幾度啦，我都會着晒長袖衫啦、大手襪啦、咁戴帽啦，再加條毛巾咧遮埋，得翻隻眼，戴埋黑超。我呢個工作假期咧係1年嘅啫，365日嘅啫。最後嗰日咧，你一定要翻嚟嘅。好感受到咧，人生有個限期，有一日我都要離開嘅喺呢個世界。嗰一刻我祈禱咧，我可唔可以去
為神做一啲嘢，就係將我呢個經歷咧去述說去見證你嘅。Vivian 自細讀基督教學校，好細個就返教會。佢去澳洲嗰年係2004年，帶病遊歷，一圓夢想。其實呢個病由16歲已經開始纏繞住佢。突然之間有一段時間開始咧，兩隻手腕開始痛，好似屈親，但係一陣之後又會好返。醫生睇完之後，佢都冇照啊，成日就嚇冇啊，撳下都冇事啊。一時痛一時唔痛，你應該係即係姿勢唔好啊，或者冇做運動。於是乎就冇理到。到咗中6、中7咧，就開始咧係越嚟越痛嘅，唔單止手指啦、腳啦，行路咧行下，你覺得個膝頭哥好似屈曲嗰下咧，有啲唔如意啊。咁坐低再起翻身，又係點解好似關節嗰個位咧，好似棘住咗。咁手咧，其實好多時候，例如揸個牙刷兜咧，都覺得好墜啊啲力。我記得扭毛巾咧係扭唔到噶啦，係你扭完咧啲水仲係滴。讀 A level 咧，其實好多都要係咁抄，係咁考，咁所以咧其實係好痛咁樣揸住支筆寫字咧。咁有時我試過好多次咧，一路考試一路喊。拖咗咁多年 ，Vivian 卒之喺考完試等放榜嘅日子，做驗血等等詳細檢查，證實患病嘅時候，佢只得19歲。講我聽嘅時候咧，咁我真係喊嘅。有時睇報紙咧，咁啱啲頭版紅斑狼瘡病人因病厭世跳樓啊，好驚係咪我有一日會到咁樣呢？覺得好似世界末日啊，同埋所有前途都冇晒，因為啱啱將要讀大學啦，仲有1個月。呢個係我願望嚟嘅，即係讀大學，終於考到啦。咁覺得嗰段時間應該係人生嘅新嘅開始啦。但係同一個時間嗰個星期咧，就係醫生咁樣同我講咯，會埋怨神啦，會覺得點解要係我？半夜嘅時候聽我妹講，因為同佢一齊瞓嘅，咁啊成日喊咯。有時痛嘅時候發脾氣，或者有啲心情唔好咧，咁我哋家人盡量去就佢啦。譬如有陣時阿媽會特登煲啲魚骨湯啊，或者點樣湯咧，逼佢飲嘅時候話對佢好。咁但係佢又未必會飲喎，即係有時會敏陣，就話唔好成日夾，即係煲呢啲嘢咁啊。但係我哋都會勸阿媽，即係話你由得去啦。唔知點面對啊，其實因為唔係你病一陣就冇事啊嘛，你係唔知將來點樣。讀完大學，我揾到嘢做呢，同事老細會唔會接納呢？咁又會諗到好遠，我會唔會有人中意我呢？有冇得拍拖呢？即係嗰啲年紀，可能你會諗係人生讀完大學我就拍拖結婚生仔，有一個美滿人生。但係好似呢，就突然之間砰一聲，一嚿黑雲阻擋我所有嘅計劃。紅斑狼瘡症最常出現喺年輕嘅女性身上，到今日呢個依然係不治之症。只能靠食藥控制病情。Vivian 開始每3個月要覆診1次。醫生咧亦都話你要休息多啲啦，唔好咁操勞啊。最重要就係唔好曬太陽，因為呢個病咧係會因為曬太陽咧而引致內在嗰啲發炎啊，會刺激個病。咁我就覺得好似唔可以再見天日，好緊張自己，又帶晒黑超啊。我喺浸會讀書嘅，咁所以返學嗰段路咧要暴曬於陽光一段時間。咁嗰陣時又要戴帽啊，咁有時戴遮。有時咧要去一啲 camp 啊，或者要去一啲嘢咧，通常都會叫你 declare 自己有冇病啊。咁我通常都唔會寫嘅，扮到好冇事。行路都好痛都好咧，要扮到好似行到冇事。佢都淨係同咗我諗好 friend 嘅朋友講咯，最多都係。有時會講啲關節痛啊，哎呀好痛啊咁樣。作為好朋友咧，喺嗰段日子都好難同佢講啲乜嘢嘅。我諗最緊要都係陪伴佢咯，同佢一齊同行。Vivian 一直接受唔到自己係不治之症嘅長期病患者，就算對住至親嘅父母同4兄弟姊妹，佢好多時都收埋自己。除咗面對大佢4年嘅哥哥 Francis。我就講咗俾阿哥知我病多啲，阿哥就好好嘅，即係佢咧就周圍咧去買一啲即係咁鯊魚軟骨丸嗰啲咧，話可以醫關節炎啊，能醫百病咁啊，即係會覺得好關心我。但係咧最後咧，佢係喺嘉利大廈嗰個火災裏邊過身咯。咁呢個係好突然嘅，今日見到佢好地地，但係點解今晚就消失咗咧？咁
咁開始對於人生咧嗰個苦難啦，同埋災難要發生咧，其實真係可以好突然。諗翻其實自己嘅疾病都係一件唔好嘅事，一件好難過嘅事。其實我都可以依靠神去過嘅喎。嗰個新嘅同期咧，我突然之間收到一封信喎，係我中七班主任寄俾我，關心我啦，知道我患咗呢個病啦，好擔心我啊，咁鼓勵我啦。咁又為我祈禱啊！學校老師都祈禱會為你祈禱。我好驚訝，收到一封信，我冇同啲老師再有聯絡，但係咦佢哋會關心我喎。其實有好多時候我係夜晚痛到喊嘅，即係痛到好難過啊！即係自己匿埋喊啊咁啊。嗰一刻我會開始個世界唔係淨係自己啦。呢啲嘅關心呢，喺我冇預期之中，原來佢哋唔會即係覺得我奇怪啊，或者覺得我好可憐啊，亦都唔會覺得你哎呀你咁慘啊有病，即係原來係佢哋會咁關心我。身邊人嘅關心，彷彿喺 Vivian 嘅封閉世界開咗一扇窗。佢開始願意同人分享，亦令佢鼓起勇氣達成一個多年嘅心願。學琴咧係我自細嘅願望嚟嘅，不過經濟困難，屋企冇咁嘅可能啦。咁自己都預望覺得一讀大學啦，即係就賺錢啦，跟住就會學琴嘅。但係咧又開始關節痛喎。其實我唔彈坐喺度都會痛，唔彈唔喐佢，你嘅痛唔會好返。但係如果我彈好痛，彈完我都叫做彈完首歌，學咗3級啦，再考5級琴。每次當我好痛去彈琴，我都祈禱，就真係好想彈，就咁彈啦。但係唔會話我祈完禱咧冇痛嘅喎，都係痛，但係都彈。但係慢慢我感受到就係神俾我練咗一啲嘅忍耐力啊，一啲堅持咧，原來係咁樣而嚟嘅。2004年7月 ，Vivian 開始實現另一個夢想。佢參加咗政府推出嘅工作假期計劃，帶備1年份量嘅藥同港幣5000蚊，隻身到澳洲遊歷。咁嗰陣時都仍然係關節痛，再加上知道澳洲咧係好熱㗎嘛，咁我孭住背囊孭唔孭得起咧？每一日關節痛會點咧？都會覺得冇乜可能咯，自己一個人去流浪。咁但係咧再問下自己，其實我好想。佢就同我講嘅時候，我都自己心咧，自己都撳一撳話，咦有冇話叫唔去咧？咁但係佢自己決定嘅嘢，咁我哋就順佢意咯。因為我覺得佢倚靠嗰個神咧係陪伴住佢嘅。我寫埋封遺書嘅，係啦喺屋企嘅。咁一來就係我唔知道呢個旅程我自己會遇到咩災難啦，或者係自己嘅情況會去到邊。1年嘅工作假期咧，其實之前咧都要有啲預備啦。一來要睇下書，認識下嗰個國家，又要了解下嗰度嘅生活指數，賺幾多錢啦，先可以足夠我生活。一落機咧已經感受到個困難啦，要揾工啦、揾屋啦、揾朋友啦、揾教會啦、揾路行啦，全部都唔識嘅。揾工好多時候都俾人 reject 嘅，即係會覺得，咦你識唔識講英文㗎？你有冇做過呢啲啊？咁全部都冇。一個 food court 咧係賣呢個土耳其肉卷嘅，咁我就過去。其實你哋咧呢度請唔請人㗎？我哋要請人，不過你都唔識做我哋啲嘢咁樣。咁我唔知點解突然之間腦裏邊咧係有一句説話，我就同佢講話，不如咁啦，你俾我同俾你一個機會啦，我聽日免費同你做1日啦。咁我又冇諗過係蝕底，因為即係有一個機會學下嘢，其實都已經係即係好過坐喺度揾唔到工咯。咁嗰半日裏邊咧，其實好難嘅。我連嗰啲澳洲嘅錢咧都未熟習，邊張打邊張，而且咧亦都唔知道嗰啲包係點樣捲啊，落錯醬啊，客人講咗啲嘢我唔知點樣整啊。但係老闆咧就睇到你都係好勤力咁去做啦，睇到我，咁最後咧佢就話肯請我做嗰份工咧。其實啲關節都好痛嘅，因為咧除咗捲嗰啲嘅包啦，咁你之後要洗爐啦。係用手嘅工作係好多嘅，每日起身咧我都喐下自己手嘅關節，就知道今日又要面對呢個關節痛啦。咁我一路行去啦，一段路行路去返工嘅時候咧，即係祈禱，我覺得啲關節其實好似啲機器咧生鏽咁樣。你為我加油啦，即係可以係即係令到咧嗰啲嘅關節咧可以舒暢啲。
其實喺我咁耐以嚟呢，從來都未經歷過一樣嘢，就係祈禱啊！你可唔可以俾我關節唔痛，而即刻唔痛嘅？我冇。其實神冇攞走個痛咯，但係你係有能力去做，唔會因為咁樣做唔到。喺澳洲由南跑到北，再由東走到西，一半時間做，一半時間玩。Vivian 將遊歷集結成書，呢本《小女孩大背囊》成為好多後來者嘅錦囊。本書出咗啦之後，我就有一個感恩會。其實嗰個感恩會係想幫手做呢本書嘅人呢，一齊切下蛋糕啊，咁感恩下啫，講下分享下。咁我自己喺網上就做咗個 blog 咧，即係分享呢本書啊，同埋個旅程。有人瀏覽啦，跟住就留言咧，就話想嚟，因為開始工作假期都喺香港普遍啊，佢哋好想即係知道呢個經歷，所以嗰個感恩會突然之間本來得30幾人咧，就變咗100幾人嚟啦。見到佢即係完成咗自己嘅夢想啊咁樣，我哋家人都好開心。佢好犀利啊！即係好似比我哋平時我冇病嘅都做咗好多即係做唔到嘅嘢。佢有嗰個病咧，最低潮嘅時候咧，成晚神啦，唔會好多嘢同人講啦，又或者佢會好多嘢收埋啦。但係其實去完嗰個旅程之後咧，其實佢都開放咗好多，對生命咧嗰個信心咧又再翻嚟。嚟緊8月 ，Vivian 將會達成自己另一個夢想，就係同心愛嘅人踏入教堂，而佢亦一早收到一份最好嘅賀禮。咁多年嚟咧，我都有個願望嘅，我可唔可以有一日真係唔會痛呢？大概係08年度啦，唔知點解慢慢開始咧，咦？點解今日冇關節痛嘅？好不經不覺間，原來我全身關節都冇痛，唔知道聽日又會唔會痛翻？但我又學會一樣嘢，其實今日一起身喐下手指冇痛咧，其實已經係好感恩嘅一件事。回顧翻我19年嘅經歷裏邊咧，以前咧我成日覺得個病咧係好似一個好大嘅石頭擺咗喺我面前，阻擋晒我前面所有嘅去路。有一日發夢，我就見到自己咧就企咗喺個石上面，同埋係有個彩虹啦，有個天啦，好靚嘅，自己張開雙手，同埋咧我見到咧係人哋都有好多嚿石頭。原來一直我細細個好想推走嚿石頭。即係可唔可以唔好發生喺我身上？但係原來不斷咁推呢，嗰嚿石冇改變，但係我大力咗可以爬上去，而又見到原來每一個人嘅人生都有一嚿石，可能佢哋嗰個石呢未必係病，或者佢哋一啲心結，但係原來每一個人都有。昔日嗰嚿石係攔咗我，但係今日原來我睇翻轉頭呢嚿石呢係幫助我企得更高，睇得更多嘢。澳洲係一個陽光燦爛嘅國家。而 Vivian 患有紅斑狼瘡症，就係最忌曬太陽嘅。嗱，睇到佢去到澳洲四處去周圍玩，似乎真係好冇可能，亦都係好冒險嘅事。嗱，佢自己都話預咗去到有可能會死添。嗱，全靠耶穌同佢一齊，先可以安然無恙嘅。我好欣賞 Vivian 嘅勇氣，就算有病都可以爭取活得精彩。不過，其實自從患上紅斑狼瘡症，佢最初都接受唔到呢個病，亦都好擔心其他人會嫌棄佢。直到佢靠住祈禱，將一切憂慮交俾耶穌，佢終於可以坦然面對自己嘅病。人生總有生老病死，我哋控制唔到，亦都預測唔到。但係信耶穌就係咁好，喺佢裏面有平安，有盼望。聖經話：壓傷的蘆葦，他不折斷；將殘的燈火，他不吹滅。好似 Vivian 咁樣，就算患病多年都唔使怕，因為耶穌會分擔我哋嘅傷痛，佢會幫助我哋克服困難，幫助我哋生活得更好。嗱，無論你而家係咪受緊病患嘅折磨，抑或面對生活嘅困難，我鼓勵你好似 Vivian 咁樣，將你嘅擔心、恐懼、不安，通通交俾耶穌，佢必定會賜俾你出乎意料嘅平安。你而家不如就試下跟住我咁樣同耶穌傾下偈。親愛嘅耶穌，我承認人真係好軟弱，我哋無論點樣照顧呢個身體，呢個身體總會有好多嘅問題，好多嘅病患，甚至連醫生都幫唔到我哋。主耶穌，我而家將我嘅心門打開，我邀請你進入我心裏面。我信得過
有你嘅地方就有平安。我亦都知道你係最大嘅醫生，係做我生命嘅神。求你憐憫我身體嘅軟弱，更加重要嘅，求你賜俾我嗰一份出人意外嘅平安。求你一生拖住我，與我同行。多謝你聽我祈禱，多謝你愛我，主耶穌。昔日 Vivian 接受唔到自己患病，更加面對唔到其他嘅人。喺佢自怨自艾嘅時候，一封慰問信送上關懷，就令到佢慢慢解開心結。嗱，如果你喺生活上面、信仰上面有任何疑難，好想揾到支持同埋鼓勵，我哋呢一班與你同行嘅朋友，好樂意聆聽同埋幫助你嘅。歡迎你即刻打嚟 CBN 熱線，號碼係31883803。我哋好想為你同心祈禱。你亦都可以用手機短信，包括 WhatsApp、微信同我哋聯絡嘅。本地嘅手機同埋 WhatsApp 嘅號碼係65265508，而大陸嘅手機同埋微信號碼係13143895508。如果你過去曾經透過我哋嘅節目改變你嘅生命，亦都好歡迎你打嚟同我哋分享。我哋會送俾你 Vivian 嘅著作《小女孩大背囊》，你可以睇到更多佢喺澳洲嘅見聞，亦都可以了解多一啲佢所信嘅耶穌。同時，我哋亦都準備咗最新出版嘅 CBN 文選送俾你，當中20篇反思生命嘅文章，俾大家喺繁忙嘅生活裏面唞唞氣，重新得力。歡迎你來電索取。而家當你用智能手機開 CBN 網頁，會進入我哋嘅手機版面。嗱，當中我特別向你推介星火飛騰5分鐘手機版，鼓勵你踴躍跟人轉記分享，將呢啲短短嘅生命故事精華，透過新科技向人傳遞。大山可以挪開，小山可以遷移，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。打開你心門，投靠在主愛裏，脫離黑暗，進入永光。